热烈诉好。西山偏僻诡异，玉山宽对。不想去西湖宽城，难道去西山宽贵的？西山西湖西湖西山西。你团西山灯，我踏西湖深。可要小心，那西山有鬼哟！天下贵妇也，取经能同云。西园母题园音，门也不飞客。你是何人？老员工。哎呀，真算是西园老员工。小生有约引进，看着西园别致，祈求也关呐。倒也是的，不过园中红楼，乃我家小姐居所，哎，不可谨慎，不可谨慎。放心。人来唱一句
这家小姐的举手。向着西园小姐嘛，这菊花中处处新，应有烟霜映映情，映情。不可其事，可长十里区区情。王夫人总是又派上来彩别婚期，小姐她越发的病了，何不叫老爷把这亲事推掉？哎呀，是从小就定下的，老爷心里也懊悔。那王夫人家精益千夫，官场司令神，怎能推得？这可是好？王小姐，等她醒来，你再好好劝劝她。我去切壶茶嘞。哎呀，小姐，你开心一点呀！你不开心，赵小姐就更不开心了。四两夫妻，真是全为。雨了，满是红梅，娇艳动神。赵小姐见了一定开心。上午亲手为鸟人姐姐选上叶子。怎么掉下去了？去收尾嘞！这莲子红梅真为落香。原来是三
笑。见过小娘子，你是何人？怎管到此？不知小娘子寻的什么？一枝梅花。哦，可是这莲子红梅，香口似的，玩过便是。这个是我家小姐亲手做的，完嘞。你家小姐亲手做的，亲手做的，真是一妙分明是冤冤传结悲红娘飞花传心到西厢红梅鸡腿曾相惜新年当为新一张寻一张其实你家小姐的笑声是当几声风骚，不过有见小娘子的口传过熏儿，小生张计划内襄阳遇到此，不想千里只有寸困偏看小姐的话不偏不倚，正好挡在我的额上，还有妙在远在。哈哈哈哈！小娘子，那仔细了。晓得了。小娘子，那当心了，那当心了。看小姐尚在帘内，我不免吟诗一首。小姐，哎呀，小姐，这次梅花被个书生失了去，你书生修道披星俱曾开，其实家曾随着来，草短花盛面正文，暗香飞送梦境为。小姐，他叫张继华，襄阳也要到此，愿在这汾江之下当顾客随，不想小姐的梅花楼下，不偏不倚，刚好挡在他的额上。他还是什么妙在远在？啥呀的？谁叫你接他的话嘞？不用了，小姐，小姐，不用了，不用了。喂，这梅花也是你的了。这梅花有尽无聊，多谢小姐。
这相有离了。这位相公对这美事连连作揖，莫非我空对妹子连高腔？看模样，看礼仪，这位相公比那王八人都是强八倍呢。哎呀，可惜呀，我家小姐今世是与你无缘了。你走吧，走吧。梅花呀梅花，你上我何来？啊！美真曹家贫较多，下牛我自愧开司马开去。哎呀，那赵老先生丫头倒叫人为难我，变成何此心，两死下去。他怎么沉吟不语呀？书上那的什么？那位发的又是何故啊？金花兄，哦，原来是哑妞兄，短时不见，怎的云云消失？唉，还不是为这梅花。这梅花不为俏江暖，千古佳句早引我啊！你是为了做不出诗而苦恼啊？好一派丝袜江暖，好一个无用的书生！此言差矣。眼下举个委屈，要为请师兄他在逍遥啊！照例赵老先生家却也交动为继子毛儿开幕。不去！哎呀，师兄，你们谁非你莫说，句句解码，不去，解码。哦，得许。哎呀，秀才弄花洗草了，真是要紧。就要商了分吧。这都急了，
枝梅花何以造木也梅花哟？三德江源洒春色。不许骂我，不许骂我，不许骂我！这位兄弟倒是不怕的。哦，恐此事不宜作哑。这可是屁！今日小弟与你分别之后，没说今一缘字。不想你见一位美人，他就将这美子有意挡在我的额上。小弟是当恭恭敬敬原法奉上，说他又将这美子掉下来完整于我。哎呀呀，想死羞答答叫永半头，想死他心意杨柳带愁，想死他满点点像雾雕栏，想死他几声声落脸皮皱。终于这等情缘，那缘字我还记得清楚呢，名受西园。西园，那不就是赵丽赵老先生的隐居之处吗？你所见的美人，定是他家小姐赵牛英。哎呀，我那赵牛英啊，老贼万事不宜乱养。放在你身什么来着？赵家要找一个教导先生，这却名门西姓，让我计划而谁？你不寻死了？死嘛，可往西园去吧！此次连我名字像赵老先生，名字太远近，这金子不天不缺帮手帮脚。捡去的是鸡娃，捡的是曹江。
事了强我心头一张事。夫苦奈何夫妻事，这错配的婚姻会一番。我只得厚颜可动，再去王家轻言辞。经过老爷，我家小姐命我来探问妙英小姐的病情。病体越发的重了啊！彩云这就上楼去。崔姐姐，马儿，你不跟张先生读书，怎跑到这里来了？我就是来等张先生的呀。你不信，也等着，他真会来的。希望你想，他比我还说不了你。马儿，张先生乃东京才子，世算不关举手。弟弟，他天天在这讲卷儿，闷声不响，寻来寻去，是在做什么呀？你小孩子懂什么呀？张先生是在寻死。寻死？死在哪里嘛？天上。天上？地下？地下？无处不是啊！难怪他天天要寻，真倒是难的。马儿，张先生襄阳名士有要到此，我请他住在西园，你要好生求教。晓得了，哎呀，晓得啦。来了，来了，张先生又来寻死啦。我在欣赏着园中的美景啊！不是的，你在骗我，完当我不晓得。弟弟都告诉我了。你弟弟晓得啦？他说你是在寻什么？寻什么？寻什么？寻死呀！
寻思哟，是个好事出江南。张先生，寻思与江南啊，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地啊，不是要的，就是叹气。我晓得了，那是啊，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那就在我家姐姐的肋上。娃儿，你家弟弟可叫赵月英么？你怎会知道的？我嘛，猜猜的呀。怪不得弟弟说你是当亲才子，连名字都猜得出。你家弟弟在路上都做些什么？你猜呀？这位猜不着啦你。快些告诉我呀！他呀，什么也不做，整天睡在床上，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还偷偷掉眼泪。啊，他病他了，得了什么病？我也不晓得。哎，听弟弟说，好像是为了什么婚姻之事。婚姻之事。张先生，张先生，看来这事真是难寻哦！我可不要像张先生一样在这里寻什么生哦！小弟他竟为我相思成疾了啊！我妈有意，小弟。故意成疾，受清楚。这都是计划，才难说。我为无理事，自差情，我费尽团鼓，直到我尽此，你更知小姐呀，自来莫再说心事，好事儿从来要多磨，看强奸激情的美多已经过。我与你有情人终能成眷呀，那不是红楼上的丫鬟吗？哎呀，谢天谢地，救醒来的真是时候。啊，小娘子，你是？哎，妙哉，
你呀！哦，蒙曹老先生台，小生事情，已久都在这西园了。是在西园，也不能让我的去呀！小娘子，哎呀，小娘子，前番之事都是小生的不是，万望传言于小姐，就是小生盼他不要为此孤于有事，伤了肉体。你这是什么呀？闻听小姐有些贵呀，想必是因小生而起哟。我看你在病得不轻呢。啊，小姐没有病？没病。听说她吃不下睡不稳。哪里来的小道消息？我家小姐呀，胃口大好，还想尝尝这满室的青梅呢。呀，小姐不平，小姐不平。哦，小娘子，小生父听说也配菜呀，是配菜。哦，这美食便是最好的备菜之一，待小生亲手为小姐精挑细榨。当初小姐真成花，这一位花家公到成口口青梅满枝意，今日我累累心事诉情，但愿石口有热心传于我，传于我早是梦想的红泪小姐造孽因小生的心意丝毫都不改。听说了，我家最小他姐便是翠这娘里你小姐张先生，哎呀，小心了，小心了！啊，员工，你往哪里去呀？哦，去请郎中，我家小姐病重了啊！你家小姐？是啊，你家有几个小姐？实然是一位呀，这方面名唤若英。赵月英，你问这些做什？哎呀，小姐病重，我得快去，我得快去呀！小姐病重，刚才小娘子明明是小姐不病，员工真有是病重呢。这毛儿也是几经病重，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定是小娘子故意瞒我，是小姐她怕小生买到，怕小生有心呐，小姐。带我说去庙宇，为小姐去拜，为小姐去拜。
张良生命，我怎可呼天抢地，情不无礼？想我与曹小姐曾经两同，称美为证，旁人是不知的。我才要求前文博，该称她是小生的女眷吗？不。是小生的意中之人，不，是小生的梦中之人，不，哎呀，咱也亏矣。名不正，言不顺，两下事情，菩萨定会救责于我，不管造次，不管造次。小姐陈美，美是小姐，我不问女眷，且问这美的吉凶，也就是了啊。问题不是曹小姐，是梅子呀。梅子化解一个介意掉的，实说是下之情，不算是不为受皇帝，倒是我，我对不上失了皇呢。过儿不准，不准的。言罢。丈夫官做官位，真心一片，从权一挂。我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音大慈。此地公马
计划平生逃离地位，情结心愿红梅盼，莫知未来，是知我心坎。他难移，言我难语，人家两端梦阑珊，怎么他肉体抱养遭摧残，最杀我放断离怀空惊叹，大事啊，是恩是为是苦难，求你妙心关狂来。想工作为你青天地
张先生可以我那女英姐姐，王小姐，王小姐，哎呀，王小姐，生死不能复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哎，举着前儿记上，他便去了，怎不痛心？王小姐，我家小姐去了，以后你要多来，多劝慰我家老爷。肉真孤苦，应得赵家8岁来，爷爷肉已几近世东宝。小玉放心，我是为宽望老爷。这就好了。哦，快夜色已落，我去拿盏灯来，好送你回去。你在此等等，等些彩云妹妹忙完了，我就叫她马上过来。嫂嫂，嫂嫂，嫂嫂，我的情郎。这天无正灵验，他娘郎左右，小姐。小姐，小生张起话有理了。是那日来相声美的张相公，还牵着他娘来吟诗。是今我为在中州。言正言，意重重。大碗里雪弯落，点点落呀，问谁落？小姐，小姐，小生这的青梅，宽中意么？妹子谁说？我是西郊飞夫穷。全皆神棍与心从。是心谁恼？真来真愿意走，可是心事不知道。小姐呀，我在这太阳下，我与你天赐良缘当珍重。
不奇怪呀。一言难尽，又是何意？是悲是喜，是情是理，对我还诚，对我还冤。后面跟着的小娘子又是谁呢？眉目的妆，看着你暖，足足长长，多多酸酸，多多酸酸。怪异，怪异。冤过，对，我家小姐过世了啊！对的，病来是山倒去了。病人不该好的这样快呀！他为何也在这西园去了？莫非是鬼？他是文鬼营造地府去了！哎呀天哪！好不痛杀人！小姐她因我而病，因我而发，我要去买些香做自己给予小姐牺牲我罪，小姐呀！
起我上梅花，一送梅子，转身啊，换成了月光心事，字字不离小爱门。往事定情的都是曹小姐，他具有明清美品红的情深，三朝两色花轿上门来索取你这么颜色的枣小姐。
也嫌麻烦不理，我偏于很早求婚相识何郎的十分成父子意，也将真心的我不担心。什么亲事啊？老爷，那王家亲事我没多说什么。哎呀，那就是叫小姐千万不要答应这桩亲事。好一个你姓曹的丫头，下去吧。弟弟，头上王家仗势将去，女儿你为小姐若因众生，拜我一言一负，你的亲事岂可再到？否则，女儿放心，弟弟今天就是他来告诉玉儿，我是玉儿另配才郎，明早东道开业，为儿盛装成功。弟弟，女儿不必担心，一切由为父做主。另配在郎，另配在郎。小姐，那张先生怎么办呢？哎呀，彩玉，小姐莫见彩云到一个主意，不是今夜就到书馆去找张先生。哎呀，这是我是的。哎呀，再不争就来不及背了，着刺绣不得了，背着长巾吧。小姐放心，啥时月上来，我就越猛将。
终到日红梅子几分强，继承了美丽中美呀。小生明日就要为转襄阳去了，今夜得来祭天云女。难寻文章怎么欲往前耿耿此行，也得啥有子今生行难了，也得啥有子今生行难。魂兮归来，魂
人间，三声叫上。走失去苍。我那有意呀，是教书的张先生。哦，今天他是来自营的。哎，不对呀，怎会是向小姐自营呢？小生业绩于此，不知你魂在何方？业绩方文，真是多情。破一落，生一方，那是路头一劫，不相竞争永居。哎，那是你看见的是我，怎么弄到小姐身上去了？配叮当言算而笑，可怜早死，今生你藏。哎呀，你居然弄错了！王儿这三件宫中谁来祭吊，好叫鸡娃心痛。哎呀，小姐呀，小姐，你谁去了？真是世上万有这样一个人，真心念着你呀。无奈娘应呐，待我应他一声。我听窗外应声叫，是赵小姐的访问应声而来。就在窗外，他望闻来找青窗一告。我恭恭敬敬开门要。张先生，你是哪里来的孤魂野鬼？把我也当成鬼啦！哎呀，张先生，你不认得我啦？时辰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喏，这只梅花，梅花，晚配叮当个脸照生。此事他也晓得。你究竟是谁？我就是赵牛英小姐身旁的丫鬟小云啊。不，赵小姐的子女，小生早已认得。你休要莫名闲来虚下小生。你玩糊涂咋你？小生清楚的很呐。好，既是赵小姐的子女，那这梅花是从哪里来的？那是你在院子里摘的。差异，差异。世间，此只有小生一人知晓了。修道披星，举城开，青丝家生，谁在来？
弟到来有声有影，我替小弟扫帚，得小声点起香烛，顶礼传拜。奴家真本谁的先生？金先生才华。便是小生之苦，这是你哪里知晓，自己更可小生怜。就在西园，怎会不知？当你能早前来平复君王。张先生，张先生，哦，老先生也未谢谢。张先生也不必无啊。先生请进。请。
张先生青春才俊，听闻万里婚配，让老夫做个媒人，可好啊？晚生有约四方，不过有家室之想哦。他正是我所弟弟，就是方才那个。哦，张先生，听马儿说，先生总在戏院潜心学诗，自古好事难寻，这情事也一样，莫要错过。晚生是有难言之隐。哎呀，规训实言，老夫有责，先生不必介怀。老先生宽宏，这是先生所闻，怕有偏差。那是晚生初到武林，路经不从遇到真缘，不想得遇小姐，他就讲什么？讲这枝美话，曾与小生。看来已不是今夜的事了。算起来，两相来往已有8年。哦，张先生，你可知老夫所提是哪家小姐？这就不消多问了。不问清楚，这就去了。老夫所提就是方才那个呀。哪个？哎呀，方才追出去的那个呀。方才追出去的那个，老先生，你看这些了？清清楚楚，我明白了。哎呀，老先生，你误会了，他不是生是鬼呀！呸！分明是神，无需装神弄鬼，故作玄虚。呀，当真是鬼，绝无虚言。哎呀，也是。想着儿女事情，他真肯明示。他不明示，我来晚点。张先生听要说是有鬼，倒也不负道理。这西园呐，一出黄皮。夜深沉情，归影婆娑。想起了一泪锁关，自曾经隐隐相随月亮光。两个是两个，又发的对了。生最间来了一个又一个。有一个却转身负，转身老夫看来，这些鬼也没有什么可怕。此话怎讲？说来也怪，这西园的鬼不怕鸡啼，倒怕马
难道为不知吗？不知。老夫并不愚者，也是古来之臣。张先生，这亲事却这么听了，明日良辰。哎呀，小生实乃聪明。哎呀，事情是结了心，来不及细说。不过有老夫做主，先生不必担心。告辞。胆小，他是小生胆小。莫非这老先生是为他死去的女儿尽我弟弟殷勤不成？也罢，养亲不正，殷勤也好。我与小姐深为动情丝。你怎么又从门堆里拔出来了？你是鬼迷心窍了不成？张先生，我告诉你，我是神，那赵小姐也是神。是神是鬼，小生清楚的很。清楚什么呀？哎呀，张先生，你快，你得清清楚楚的，快！我想起来了，那晚在戏院，小姐先听说了一句一男见别为鬼营造地府去了，而面跟着的小娘子走，哆哆嗦嗦，不就是他吗？难怪是曾是小姐身边的丫鬟，想必是阴司的丫鬟了小娘子你所领去。我偏不去。你不去，你不去，休怪小生负去了。你想做啥？你不去，我才要。你想做啥？你不去，我才要。你想做啥？你不去，我才要啥？是西园的新贵，所以怕猫叫。哦，是西园的老鬼，你叫破黑龙，我也不怕。小娘子饶命啊！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事。就是刚才老爷弟的亲事。答应。明日小生就捧着灵位朝小姐成婚。哎呀，那赵小姐不是鬼是神，她是老爷的女女，牛英小姐的你妹。你妹？不，小姐小生生死心愿，怎可始乱终情？哎呀，可以的，不可，可以的，不可，哎呀，可以的。叫我转娃了，他是富士。王总，奴家去。情色鬼娃。这西园到底不太平，我还是速速为尊襄阳去吧。少年妇女为襄阳，心结黄。
文采千里团长生。竟是那是有缘所见的红泪吗？小姐她为我一鬓而发，我怎可为情再去？谁说是她你妹，也叫人惭愧呀！待我揭去红巾，与她赦免。小姐，赵小姐，定是小姐访问到此，前来责怪小生。小姐，小生不该屈而不返。你是什么？小生拒婚，本想就此离去，是被哑妞兄强拖回来的。小姐，小生总是前世缘分于你。小姐，小姐，也罢，从今儿，张继娃与你做一对神鬼夫妻。这是什么话？谁要与你做神鬼夫妻？哎，张继娃，你怎么淫我？小姐莫真，你是端端庄庄的守着。哎呀，你也与我老老实实守着。这件事嘛，张先生，你见到的曹小姐，并不是你所想的曹小姐。你所想的曹小姐，并不是一旁所在的曹小姐，一旁所在的曹小姐，才真正是你与缘所见的曹小姐。不过，她不是死去的曹小姐，而是我在的曹小姐。当初她并不是曹小姐，故忙而在成了曹小姐。要不然这一个曹小姐，后来变成两个曹小姐，你把两个曹小姐弄成两个曹小姐。哎呀，张先生啊，张先生，你心中爱的曹小姐，就是今晚与你同房的曹小姐。我所见的赵小姐，并不是我所想的赵小姐。哎，我所想的赵小姐，不是一帮守着的赵小姐。对，一帮守着的赵小姐，才是我有缘所见的赵小姐。是啊，我最爱的赵小姐，就是今晚与我同房的曹小姐。你才知道啊！小姐的原心
去真是了。我家小姐原叫王玉珍。王玉珍。莫笑我青梅上碰衰为浓，莫笑我错误临危诉关机，莫笑我同房又当成归凤。年少不追梦，此梦尽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师长们，今天我演出第一场首场，非常的激动，但是我最尊敬的汪老师一直站在台边为我鼓劲。现在我们有请我亲爱的汪老师。谢谢。不怕服装弄脏。亲爱的观众，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粤剧《西园记》。《西园记》是60年代62年我也在这里排的。那么经过了60几年，这个《西园记》可以说是经典。演出的单位跟剧团不少，我统计了想，将近有10个以上的团都演过这个戏。我本人演这个戏也已经演了300多场，演出都是受到了许多观众的欢迎。尤其是我在杭州、在上海、在台湾、在香港演出，可以说是满场观众，非常非常的热烈。但是今天我是专为魏成芳打造的这一个轻喜剧的《西园记》。这个《西园记》已经是减到了2个小时，原来我演的时间是3个小时1刻钟，现在减去1个小时1刻钟。这里主要是加强了这个轻喜剧的成分，更好的符合今天年轻观众的欣赏心理。我们今天人大家都讲究的是要轻松活泼灵动，那么这个戏真是体现了这一方面。我希望魏成芳的这个戏能够成为我们粤剧的轻喜剧的一个代表。我相信这个戏能够越走越远。谢谢观众，也谢谢你们的精彩演出。谢谢老师，谢谢观众朋友。好，可以。